最後幾小進時啦。攻就係取勝之道。既然如此，出絕招啊！送咗咁多銅幣。祭獻完畢，繼續追。只爭咗下，剩一下5連抽，搏上級。正所謂兵以詐立，以伏兵制敵，亦為一計。就係咁。冇嘢得閒，藍指甲，整一個啦，用藍指甲，好啦。